2025年5月12日，英國政府公佈建議修改移民制度規則嘅白皮書，當中提出將標準定居資格年期 （Standard Qualifying Period of Settlement） 由5年提高1倍去到10年，亦都將積分制 （Point-Based System） 引入到定居及公民規則上邊，對英國經濟同社會有貢獻嘅人有機會按5年快速通道申請永居。同時，政府全面提高對英語嘅要求。新建議下邊，工作簽證同學生簽證嘅成年受養人亦都有 A1 程度嘅英語要求，而續簽需要達到 A2。至於大家最關心嘅永居英語能力要求，政府則計劃由 B1 提高到 B2。白皮書文件未有具體講述新規定會唔會影響到 BNO 簽證。呢啲新嘅變動目前仍然喺建議嘅階段，仲要經過國會辯論同埋投票先至會正式落實。實際嘅情況同埋落實日期仍然有待政府公佈後續細節。BNO 簽證持有人建議密切關注後續發展，做好準備。